新北市的刑警大队有一个小队长，进前捌开设到800会馆的案件，这个案件有一个关键人物，外号叫做地库区的，讲检调继续追查，结果查到这个小队长上班无费，到这个地库区的店帮忙搬酒，而且佫加领这个加班费，互约谈了后，以50万交保。姓陈的小队长伫调查局人员背去行立北检，以涉嫌加工报领加班费叫调查。唔然呢，检调嘛调查出，伊伫咧上班的时间走去这一位台南的地行倒搬手。像若是合法，法警律师含议会楼梯行落来，挂号地沟区县区生理人后山真惊。若含警察界关系真歹，嘛含800会馆的负责人郭铁炳关系袂歹，伊涉嫌走税，今仔日共款叫约谈。新北市刑大陈姓小队长被查出常常出入与郭哲明熟识的酒庄，绰号茶壶秋的店内，而这间店非常隐秘，就藏在南京西路的这一条巷弄内。根据了解，姓陈的小队长唔让上班的时间去人店面，佮共偷报加班费，敢若去年就甲人加领3万块。检调嘛调查出，伊伫咧地沟区含过体面之间，伫咧炒买卖酒的生意，当年金额超过1000万元。姓陈的小队长涉嫌诈欺伪造文书罪嫌50万交保，地沟区是30万交保。2019年，吴国昌寄了时任中山分局县任的队长，伫咧郭铁炳的会所与天九摆下，伫咧道边到处摆下的就是姓陈的小队长，两人拢叫处罚。为成员于勤务时间从事非公务行为，已有诈领财物、虚报超勤等情事，相关涉案情节将持续调查厘清。过去就捌交一800会馆的事件叫处罚，如今小队长搁犯法，警察界正议搁一摆刑期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